學組啦噃，好，交俾你啦，小學組。小學組冠軍陳燕希同學，嚟自中華基督教會灣仔道基道小學。亞軍萬晴欣同學，嚟自保良局陳南昌夫人小學。哇，越嚟越細啲小朋友，你睇下佢幾細個。跟住季軍啊，係咪 right？季軍咧就嚟自石籬天主教小學嘅徐喬木同學。優異獎關海津同學，嚟自九龍灣聖約翰天主教小學，未能出席。何成希同學，嚟自朝陽百恩小學，未能出席。有一位可以出席嘅係邊一位咧？黃一玲同學，嚟自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。好，請咁多位小學同學咧，同我哋專業影一張相啦，好可愛嘅同學仔啊！好多謝咁多位小學同學可以咧，有個呢度有個 video，sorry， 我哋同個 video say hello 先，呢度喺台嘅左手邊。OK， 多謝咁多位小學生同學。